那我们政府有一些重大的采购工程常常会遭遇一些像是厂商互相检举利益团体介入民众陈情抗议这些状况，有让我们这个机关承办的同仁就疲于应付那廉政平台它有一个好处是，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透过跟市府的一个宣示，那我们结合地检署还有廉政署的这些长官，就是我们将检调这个区块把它拉进来之后，它会成为我们办理案子的这些承办人员一个比较坚实的后盾尤其是像我们安平山水这案子，它整个案子是36.5亿，再包含后续的一个扩充，大概15年的操作大概100多亿那我们在办理初期之前，就是就会我们就会听到外面大家对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个想法说，这个应该要怎么办这个应该要怎么办包含说有哪些功法要走哪些路线这些，一旦成立廉政署之后，平台成立，好像都没有这些声音的。那采购廉政平台有4项重点一个是跨域合作第二个是公私协力，第三个是行政透明，第4个是全民监督那我们透过这个采购廉政平台来做沟通协调透过这个资讯透明让提升公民这个信赖以及公民的参与。那我们廉政平台它会定期的召开一些联席会议另外我们也会设置这个平台这个公开的专区在网站上面它会将相关的会议的资料、会议的过程、结论，还有工程的进度，以及民众就这个工程相关的一些反映的事项再做一些公开让民众可以共同来检视。台南市政府从109年就引进了这个机关采购廉政平台陆陆续续我们成立了7个平台，那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那未来我们就其他的廉政平台，我们会朝着这个深入优化的方式来精进，来继续运作，协助我们的工程能够如期如实无垢的顺利完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廉政平台是一个廉政的开始，不是一个廉政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当有重大工程要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一定的这个态度来跟各位宣誓，说我们一定要遵守公共工程的设计以及执行，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没有受外力干扰的这个前提下来做。安平再生水厂，这个当初在建设的时候也有廉政平台启动，那现在顺利完成。因此呢，我们就是要确保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被复制，而且能够完成，才能够求得市民的最大利益，也才能够求得公共工程品质的最大优化，也才能够让公务人员执法的时候推动公务的时候能够无后顾之忧。所以我想说，让执法人员来帮忙维护公共工程的推动的品质跟量的提升，这很重要。因此呢，我们会在廉政平台还会持续推动下去，只要达到一定金额以上的公共工程，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启动廉政平台。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集团中嘉学院第1届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伫屏东举行，率先业界聚焦伫人工智慧甲媒体素养的议题。现场邀请超过50位产官学界领袖共同参与，做伙探讨当代所谓公民的挑战甲责任。来自全台多达50位学有专精的产官学界代表齐聚一堂，参与中嘉集团举办的中嘉学院第1届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针对媒体素养的创新与未来，特别是目前引发热论的生成式 AI 兴起，颠覆传统媒体的发展，进行专业的对话，也是创媒体之先，针对新媒体的未来进行探讨。今天这么一个这个新媒体的高峰论坛，应该会有各种不同的学者、官方。或者是业者的身上会产生更多的对话出来。这个论坛恐怕是近年来有关这个议题最盛大的一次了哈。我事实上很高兴看到，就是几乎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
有研究，而且就是说有想法、有做法的人，都能够聚集在这里来讨论这个对台湾的整个媒体环境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来参加，来共同讨论这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资讯容易产制的时代，生成式 AI 让内容和影音的产制更加容易，不过也带来许多未曾出现的伦理问题。中嘉集团一共要用2天的时间，举办2场口头论文发表与1场论坛，透过讨论深入探讨每一项传播科技发明带来的挑战与因应对策。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是资讯的生产者，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资讯生产者该有的责任？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是蛮期待我想不管是中嘉或者是我们有更多的媒体都可以一起加入，去改善媒体素养的环境。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聚焦于 AI 还有 AIGC， 也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它对于影音产制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挑战。那当然包含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我们除了用在一些教学跟教案之外，其实也一直都在留心学生他的作业到底是自己的原创，还是都透过 AIGC 来产制。那这当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适当的结合方式，然后让它仍然能够以人为主体，这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难得的是，不只是学界彼此交流，这一次更透过业界的参与，还有官方的加入，3方交流彼此碰撞，期待能够借此激发出不同的火花。就是学界跟业界应该有多一些交流，虽然很多的思考方向或是未来的想象不太一样，但是交流会让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也可以彼此学习。感觉上呢，这次的讨论面向会很多元，而且呢，应该也会蛮深入，也都是很专家级的这个讨论，这样，所以会很期待说今天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也会希望说也对我们就是系统业者未来朝向 AI 的应用这方面，应该也可以有一些启发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次的论坛，我个人也带了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够在论坛当中学到很多产官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见解。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中嘉集团也面临挑战。同时，为了善尽社会责任，更率先发起针对媒体演变的高峰论坛，帮忙找出当代数位公民的必备媒体识读能力。AI 呢，不但是个科技，然后它也会造成使用方式的改变，一定以后会对我们怎么吸收讯息，怎么分享讯息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听听这些学者们在学校里面他们怎么面临这些挑战，然后我们对业界的体会。那我们中嘉也在致力譬如说我们在 Smart Home 我们提供资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工具，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资讯安全能够配合得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论坛讨论，也让不少到场的教授都感到相当兴奋，让彼此都有学习讨论的空间。我想中嘉这次很难得办的这次论坛应该也是就是说在这个推广媒体识读上面聚集了这么多业界的跟学界的一些人士那我想也很感谢中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最难得的一点是在台湾各大学讲授媒体素养，然后探索 AI 科技的一些老师都齐聚一堂。那我们平常是非常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AI 的时代呢，所有讯息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今天中嘉呢，就为了这个 AI 的，还有新闻以及现在的所有的资讯素养，办了一个新时代的高峰论坛，相信是非常有收获，而且有非常好的交流。中嘉加油！中嘉集团期盼以媒体的力量整合各方资源，抛砖引玉，将媒体素养的精神向下扎根，实现媒体集团的社会责任，建构一个健全的媒体素养环境，为民主政治与公民素养立下根基。记者综合报道。2023台南品味周9月8号至10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这届展览的特色是甲5种展览结合做伙举办，包括酒类、茶类、汽车、家具、甲珠宝，总共有国内外100间厂商来参展。2023第5届台南品味周的开幕正式开启喽！举办迈入第5届台南品味周，这次主题采用5点合一，超过100件厂商，220单位，再来酒、茶、咖啡、
珠宝、汽车甲家具这5大主题，而且还有国际友人做伙来适当，有非洲的史瓦蒂尼、荷兰以及美国甲加拿大等酒商共同来参展。我们《工商时报》深耕台湾40年，也选择南台湾，也选择在台南这个地方来做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好、更多的商机。而且我们《工商时报》在台南经过市政府的支持之下，这些年来也创立各种品牌的一些展览，包括机械展、绿色产业展、汽车展，以及现在的第5届的品味周。台南市长委特表示，台南品味周这个展览举办已经迈入第5届，到现在已经拍响知名度，尤其佫选到这么好的场地举办，不但交通便利，佫有体验也舒适，更当创造出4赢局面。台南市商业会跟《工商时报》一起协力办起这个已经建立品牌，而且充分展现台南品味的一个展览。因为这是第5届，所以是在我在担任市长第1年的时候开始举办第1届，那已经打响知名度，而且已经让很多市民朋友们都了解到，我们大概是7、8月、8、9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台南品味周。事实上，来参展的厂商一年比一年多，去年大概就已经有220台，今年希望会更多。那为什么会更多？当然就是卖得好嘛。如果是卖不好，明年就没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自从移到这第5届移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台南会展中心之后，不管是远道来的，或者是就近从市区来的，都很方便。举办这个展览对主办单位也好，对市府也好，对于这个消费者也好，对厂商也好，这个创造4赢的这个局面，我们都很乐于见到。台南品味周展期自9月8号到9月1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晡6点开展。地点伫台南高铁站边仔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中秋要到啊，想要经礼品送予亲友联络感情的消费者，这个展览应该是袂歹的选择。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南大运动百会为即马开始到9月19号举办韩国舞神展。除了为韩国直接送来各种伴手礼以外，还有林山鸡汤、糯米、金蕉牛奶等等真受欢迎的商品，伫遮拢买得。伫学生热情的舞蹈之下，大湾把韩国舞山展正式展开。为着让台南的消费者感受到韩国的魅力，台南大碗吧将韩国的人气商品、伴手礼含在地特产，全部拢搬到百货公司内底。有经典的人参鸡汤、油仔茶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那像我们现在目前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即食粥的部分像大家现在生活都很忙碌嘛，那有时候随手一包可以马上就是解决那个饥饿的问题比如像。他们这次有新的南瓜粥的部分，香菇牛肉粥，这个针对老一辈的长辈、小朋友的部分都可以吃。那另外呢，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像人参鸡啦，那甚至以前都有海苔酥，那这次还有推出一些海苔脆片。大碗吧也这次一个优惠好康来回馈消费者。这次特别跟国境南医合作，伫韩国釜山店消费满1500块，就送门票1张；消费满599块，就有机会抽到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而且买愈多送愈多。活动至到9月19号，大家千万要把握机会。台南新闻双牌采访报道。上个16天，台南市再次举办全运会。由中央小厅开了1亿7000多万，整建的14个场馆也陆续完成。虽然10月21全运会才要正式开幕，不过骹球甲碰船等水上运动已经完成比赛。市府嘛邀请职棒啦啦队男篮来担任宣传大赛，呼吁大家做伙来为选手加油。两当一摆112年全国运动会虽然也未登场，不过其实真侪比赛，包括碰船已经有10县市110位选手到9月8号将争取12面项目的金牌。
另外，最终比赛前天，刘彦廷嘛渴望挑战全运会金牌连霸，几乎就和各县市精英选手伫优质的场地来车拼，向中央争取1亿7000多万所整建的14处场馆已经全面升级。10分将赢者来自各县市的运动员加观赛民众，和全国看见运动高度的活力，嘛要请民众做回来为台南的选手加油。场地我们都是密集的在整理中，目前还没有完工的，包括一个橄榄球场，另外一个马术场，一个田径场，这个已经达到95%以上的这个工程了。那在9月20号左右就会全部来完成，然后提供我们来自我们全国12000名运动员来这边来比赛。一日当后，台南再次申办全国运动会，为了炒热宣传的气氛，市府特别邀请北边市台南的男篮来担任宣传大赛，用以职棒啦啦队的青春舞蹈来为选手加油。非常的开心，而且每次下来台南开记者会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全运会的大使。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选手在场上的表现，然后为他们加油。伫全运会已经只剩100天的这时，其中有一天嘛特别以台南棒球队的坚强实力来为选手加油，邀请全民共同来关心。12年全运会在台南，倒数100天。全运会是培育亚运甲奥运选手的摇篮。今年台南，明年巴黎，台南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112年全国运动会10月2日将伫台南开幕。台南新闻军职综合采访过的。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9月是交通安全月，台南市政府举行记者会来宣传交通安全教育体验计划。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宣导交通安全是维护人民行的基本权利，呼吁市民爱遵守交通规则，尊重行人优先路权。大家哦，爱过马路爱先看公有车哦。好，创啥啦？行路别看路，不要行慢行。下下高中学生以英语、台语、国语，将交通安全宣导用于剧情，生动搁趣味的演出，让台下观众笑声不断。为着响应交通部交通安全月主题，台南市配合中央人本交通天然文化的重要政策。对学生同学安全的环境投入不少经费，改善学校周边的软硬体设施。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教育局也全面推动交通安全课程，同时透过跨局处合作，让学生为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交通安全教育，将交通安全观念扎根。而这个安全通行，我们事实上要从小开始，因此呢，我们从台南市属的国中小开始推动交通安全教育，那也希望这个教育能够深植人心。那从根从治标跟治本都一起来做。教育局表示，交通安全月以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为考核，
并以测量慢看庭、行人停看庭为宣导重点，希望各校会当落实课程执行活动宣导，培养囡仔的交通安全素养。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Go Go Go！ 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举办中原普渡，真侪信众准备普渡成礼前往团拜。议员朱振轩、李定国、黄兆辉，甲地方的士绅拢前往参加。庙方嘛特别为0206围观赈灾，115位罹难的乡亲来举办普渡法会。每当中原普渡，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的信众拢会非常热情参与。庙方嘛有准备卤面顶点心，互信众食平安。伫这次普渡活动，庙方也特别为0206围观赈灾罹难的乡亲举办普渡法会。咱这次咱这个围观大楼115位先生有拿这个咱有奉请，伫咱普渡大者有新主位，就是下当咱干，咱今仔普渡6只猪4台10栋的米苗。由于现在工商社会，真侪人无闲到难以分身，所以委托庙方摆了将近500道的普渡贡品，而且为了这物资有更好的意义。庙方伫今年12月16号将会举办寒冬送暖活动，将这物资捐予弱势民众。400-500道，因为即卖工商业社会上主要的话无方便准备来，伊就委托咱庙方来处理。这多数500-600份拢是买回的，就是拢要送给第12号的。主委王大明表示，今年全台少雨欠水，武良宫经连续2冬举办祈雨活动，这次风台入境台南。不仅无受到风灾侵袭，普渡当天也天降甘霖，也予所有信众拢感觉到升温。记者张世伟综合报道。颅内动静脉瘘管是一种少见，但是可能有严重后果的血管异常，容易造成患者头壳痛、破心、会吐、痒痕等，严重者恐惊会造成静脉破裂，变成脑出血、昏迷甚至死亡。在目前的治疗方式当中，电脑刀的治疗因为无侵入性，会当降低周边正常组织的伤害。咱做伙来了解。颅内动静脉如果无正常的连接，造成欠缺微血管的缓冲作用，形成颅内动静脉瘘管，症状对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脑出血、昏迷甲死亡等。治疗的方式包括手术来切除、栓塞。加放射手术的治疗，因为手术切除风险加恢复期相对的较悬，现在透过电脑刀放射治疗，会用大大降低风险加并发症。治疗这个瘘管的方式通常有3种，一个是手术，一个是栓塞，那再加上今天要讲的就是放射治疗的方式。那我们在奇美医院放射治疗是用电脑刀的方式进行，电脑方式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快速。而且除了有效以外，更重要的是其实病人的舒适度蛮高的，那副作用也很低，而且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成效。因此在这个治疗上面就不需要我们传统手术去开大刀，也可以得到适当的控制。对，它是非侵入性，是一种放射治疗，也就是我们传统的电疗，但是经过大量的改良。那对于正常的组织破坏也很少，所以引起的副作用才会这么的低。根据基美病院电脑刀中心的统计。对2008年引进电脑刀到目前，总共完成70个颅内动静脉瘘管的病人治疗。经过追踪，因为低复发率加低并发症，嘛互病人满意度拢真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